誤解不明不白咁，明明啱先同個 agent 喺華發商都食飯，一個紅綠燈其實原來就係中山嘅坦洲啦喎。咁比如近期嗰位越難越愛嘅小姐啦，好開心咁分享自己喺灣區置業買咗珠海，其實原來係中山坦洲嚟嘅。嘿，今日呢條會以坦洲鎮作為專題片，同大家梳理下呢個俾多數人褒貶不一嘅鎮區，而大家又是否踏入過呢片土地親身感受，還是純粹在網上人云亦云以偏概全咁定義呢個地方呢？佢又為何會成為諸多在珠海打拼以及澳門嘅勞務人士，再到現時更多嘅港澳人士至在灣區生活嘅棲身地、養老退休嘅選擇呢？我梳理咗幾個主要，分別係定位、地緣、板塊、經濟、人口、配套，令睇完視頻嘅各位可以一目了然咁清晰認識到我哋嘅坦洲。Anyway， 作為電子榨菜，一齊嚟品味坦洲鎮啦！喺講呢個坦洲鎮之前啦，要先同大家普及一個概念先，就係中山市係廣東唯一不設試核區嘅城市，另外一個就係東莞，全國僅有4個呢種城市，分別係海南嘅尖洲以及甘肅嘅嘉峪關市。咁同其他城市又有何區別呢？就請聽小弟娓娓道來。而官方嘅說明主要係呢幾個因素組成：歷史性格加地理加呢個經濟條件啦，以及行政效率嘅選擇，所以就沒有拆分區。咁中山就喺1988年啦，由縣級市直升為地級市。當時咧就沒有拆分同埋沒有合併周邊嘅土地，而係保留咗原縣域嘅土地範圍。市域一體，市政府能夠直接覆蓋鎮街。咁當時咧又係改革開放初期，為咗唔耽誤當下嘅發展，咁呢個體制下咧係少咗一層區府機構㗎。咁鎮村機構又保持不變，減少邊際，降政府開支嘅同時，政令可以直達我哋嘅鎮街政府，決策快、執行快、協調快，即係放權，形成咗各自為政、各自發力、自力更生嘅政治格局，造就咗鎮區嘅發展參差不齊，會有着年均610億 GDP 全國8大強鎮排第17嘅小冷鎮，亦有着年均30億 GDP 嘅五怪山。咁呢度就唔多細説啦，咁繼續講翻坦洲。咁坦洲鎮2025年全年嘅 GDP 咧約185億元，有着5.3% 嘅增速，全市第6。主要產業為現代農業，下游嘅工業製造以及服務業為主要財政收入。稍為提及下，作為魚米之鄉嘅坦洲，首當其衝嘅農業較為出眾嘅產品分別係坦洲巴魚，亦即係人工養殖嘅河豚，亦有人嗌做雞泡魚啦。咁海鱸啊、鰻魚以及胭脂紅番石榴、火龍果等，單係供港澳嘅活魚就有35噸嘅日出口量。唔食河豚唔知味，食過河豚白魚無味。有機會帶你試試。咁常住人口方面登記有38萬人，當中咧12萬為戶籍人口，外來人口約26萬人，全市第2，僅次於小蘭。實際情況會高於呢個登記人口嘅量嘅。整個坦洲鎮擁有約129平方公里嘅土地面積，由9個社區加7個行政村組成。我將佢分為南部、中部、北部3個板塊作為概括。睇翻地圖好清晰了然咁睇到坦洲與珠海咧係緊密相連嘅，南面連接住我哋嘅珠海南皮、華發商都、北山大院等，東南面咧就連接住前山嘅，亦即係環宇城啊、明珠站、碧落城、山姆會員店、印象城等。東北面咧就連接着我哋嘅珠海前山翠微板塊啊。咁回歸坦洲南部嘅範圍就涵蓋有14村社區、同盛社區、安浮社區、坦能社區等等。譬如大多數人所熟知嘅14村夜市啦、優裕城百貨商場、創益文化園呢啲生活圈。咁啦，標誌性嘅就有呢幾個樓盤啦，分別係佳景康城啦、裕豐明雲、中澳春城、易駿半島等，就位於呢個南部，亦即係最貼近珠海嘅板塊啦。而坦洲嘅中部就涵蓋有呢個金斗社區、七村、合盛等，譬如有着新萬月商圈啦、合盛百貨1+1商場，以及坦洲市場翻新嘅呢個潤泰百貨嘅商場，包括我哋嘅坦洲中醫院都位於呢個地方。咁買着嘅呢個樓盤嘅話，就有呢個金帝世紀城啦，所形成嘅一個中部。
咁再入翻去嘅話，就係坦洲嘅北部啦。坦洲嘅政府機關單位嘅話，亦都係主要集中喺呢一區。譬如220米高嘅坦洲地標皇爵廣場啦，錦繡國際花城海鮮島餐廳啊，一枝萬大酒樓啊，以及在售緊嘅呢個朗斯新城嘅話，都係坐落於呢一區。咁呢一區嘅話，更靠近我哋嘅生香小香港一帶啦。咁講到呢度啦，不得不要提及下嘅就係坦洲俾人詬病嘅呢個城市面貌，就需要關聯翻片頭同大家提及到嘅不設試行區一個概念啦。特別係經南灣北路入坦洲嘅朋友啦，10個有9個怨嘅，一個紅綠燈，一邊係瀝青路，一邊咧係水泥路或者砂石路添。而入到中北部政府機構一帶咧，路又靚仔咗，兩邊有埋花又有埋草，連綠化樹都高翻幾截添。幾個字講晒，其實咧就係資本發展同埋政府發展嘅一個區別啦。因為喺內地發展商咧攞地時咧，通常都會有附加條件嘅，譬如起路啦、起學校、起配套等等。呢邊咧又有民生政績啊，肯配合，嗰邊又可以包裝形象，促進成交，何樂而不為呢？起係冇問題嘅，問題係後期嘅維護咧就心照不宣啦。好在最新嘅坦洲大道啦，已經通車，足足雙向10車道，既新淨又闊綽。以往水泄不通嘅高峰期，亦得到非常高效嘅轉變。坦洲面貌隨之亦有煥然一新嘅感官，欣欣向榮，保持緊進步。咁回到正題啦，呢3個板塊亦可作為樓價嘅分水嶺。南部得益於更靠近珠海市區一路之隔，造成咗1/3嘅價差，唔會脫鈎市中心嘅配套，同時又可以以更低嘅上車門檻、更輕鬆嘅月供還款買到更大嘅居住空間。呢個亦係多數港澳街坊選擇坦洲嘅主要因素，都令好多人誤解不明不白咁。明明啱先同個 agent 喺華發商都食飯，一個紅綠燈其實原來就係中山嘅坦洲啦。咁，比如近期嗰位越難越愛嘅小姐啦，好開心咁分享自己喺灣區置業買咗珠海，其實原來係中山坦洲嚟嘅。接地氣嘅鎮區消費水平，亦可以係一路之隔嘅珠海市區高質素嘅消費選擇，而唔係單一嘅生活模式。15分鐘就可以翻到關口，而且大部分屋苑都開通咗呢個直通車往返港澳，民生豐富，交通貼心。考慮市場嘅因素，在其他方面或者飲食方面有機會再分享俾大家。下期會同大家分享坦洲目前較為熱門嘅幾個屋苑，拆解佢嘅利弊以及成交情況、成交價格。準備熄機係啦，有冇入手咗坦洲嘅或者觀望緊嘅朋友呢？你哋對坦洲又有咩睇法呢？不妨喺下方 comment。記得最後獨立思考，明辨是非。感謝收睇。